呢件兵器都幾順手喎。呢支筆我唔用意念都可以寫字，聲音都連埋。哇！比賽開始啦喎！15運籃球賽東莞主場，我先進場。場波睇怕冇咁易打噃，等我用東莞心臟嘅一臂之力。高新企業做分析，投籃準啲㗎。我呢個11冠王唔係浪得虛名嘅，務實創新用實處，準度有我一半功。海納百川是本色，老成千年東莞人。從虎門硝煙嘅硬氣，到如今科技創新攻堅，呢座城市嘅風骨從來都喺骨子裏燃燒。傳統味道糅合新潮流，硬核科技配熱血體育，呢個先係東莞籃球場上見真章，硬科技裏藏底氣。